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，內欄位置就和光同塵啊，中間幸運大夫都快啊，出邊有3代智星，第4位新力好啊，第5位普白領就內欄大面箍嗰匹啊，中間有卓越善風啦，外邊63橙帽有情有義啊，後邊嗰陣啦，內欄有榮耀聖甲啊，中檔位置有飛躍成就啊，後邊嗰5匹馬分別有金髮盛世、良言一句啊，尾3白衫黑帽共創歡欣啊，殿後嘅一對馬分別有機械之星、自力更生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和光同塵咁啊，輕鬆擺到喺前面走咯。外邊第2位嘅馬有3代智勝啊，內欄第3就幸運大夫，中間第4有新力好啊，出邊第5橙帽呢就有情有義啦，內欄位置仲有普白領啊，中檔呢有卓越善風，攞中檔位置呢仲有呢隻飛躍成就啊，後邊嘅馬匹啦，榮耀聖甲、金髮盛世啊，尾4良言一句，尾3外邊呢有機械之星，尾2共創歡欣，包咗落尾自力更生啊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佔先嘅馬就3代智勝嚟嘅喎，中間位置上啊有新力好啊，外邊追有飛躍成就啊，馬林裏邊卓越善風啦，埋邊幸運大夫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3代智勝接嚟咗1個身位啊，外邊飛躍成就呢就追緊上嚟啊，中間位置嘅馬呢仲見到卓越善風啦，外邊位置仲有隻機械之星啊，接近終點3代智勝贏出呢場賽事第2名嘅馬呢都相當接近喎，埋邊卓越善風啊上咗嚟。出邊呢有少少外閃添啊！臨尾嗰隻飛躍成就，第4名係機械之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3代智勝咁啊走甩嚟贏添啊！第2以為飛躍成就嘅時候，卓越善風喺入邊捐咗上嚟，第4名係機械之星。呂建威馬房今日真係醒啦，起碼啦已經增程都得啊！即刻跑第2呢，卓越善風啊報晚，第3啊呢隻飛躍成就，機械之星啊大外檔追翻個第4。呢啲地其實係冇問題嘅，可能當時就未係咁